Hello，大家好，朱新豪。Uber 今日喺下晝宣布，即日起提供港澳跨境專車同澳門咪標的士行程選項，為往來港澳兩地嘅跨境旅客以及澳門四處遊歷嘅人士帶嚟嶄新出行體驗。Uber 指出已經同具跨境營運經驗嘅冠忠巴士集團合作，為用戶提供港澳跨境專車行程選項。用戶只需要喺 Uber App 內選擇上落車時間同地點，就可以預約由香港往澳門或者從澳門到香港嘅旅程，享有兩地點對點私人接送服務。系統將會依上落車嘅區域提供固定收費報價，費用將會包括路橋費。用戶最短可以喺出發前24小時內預訂，或者提前最多90日喺 Uber App 裡面預約嘅。嗱，咁樣就方便啦。咁我哋澳門過香港機場搭飛機又唔可以啦。坐 Uber 過去都 OK， 不過都要睇睇個價錢啦嚇。如果價錢合適嘅，的確都係可以選擇嘅。另外 Uber 現於澳門同時提供咪標的士服務，乘客可透過 Uber App 預約持牌澳門的士，車費按官方嘅咪標計算，並直接喺 App 裡面支付。Uber App 支援多語言界面，無需使用現金或者額外下載其他應用程式，為訪澳旅客同居民提供流暢而且便捷嘅乘車體驗。Uber 香港總經理鍾志廷表示樂見為港澳兩地乘客帶嚟便捷嘅出行方案，將進一步協助完善港澳跨境出行體驗，以及幫助緩解澳門在地嘅交通需求。話 Uber 致力支持澳門嘅旅遊發展目標，協助本地居民喺城市內便捷出行，同時為司機帶嚟新機會。交通事務局同治安警察局就表示留意到近期有平台公司推出港澳跨境專車同澳門咪標的士服務，提醒經營港澳跨境出租車同澳門的士服務需要依法獲許可，相關平台需要同合法營運車輛合作。當然啦，如果做得嘅話，一定係合法嘅。相信 Uber 入咗澳門之後，雖然唔係網約車，但相信都會帶嚟良性互動嘅，起碼可能帶個好頭，做翻好啲個的士行業先。如果做得好，又冇嗰啲陋習嘅情況出現嘅話，相信可能會越嚟越多人選擇Uber 嘅的士嘅，帶動翻的士行業嘅操守，做翻好啲都係好事嚟嘅。好，呢一集就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